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1月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2篇第1节到第7节，以赛亚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39节到4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认识主。有一首英文的福音诗歌取名叫做 Day by Day， 中文翻译为每一日。歌词其实是非常简单的，他说 Day by day, dear Lord, of you three things I pray, to see you more clearly, to love you more dearly, to follow you more nearly, day by day。 每一日我主，我恳求3件事：更深刻的认识你，更虔诚的敬拜你，更紧紧的跟随你每一日。是的，基督徒，我们要这样学习，要这样做，让我们能够更亲近主，更认识主，然后紧紧的来跟随主。这是基督徒一生的决志。先知以赛亚谈到了以色列人，上帝呼召了他们，让他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，但是他们却是选择来背离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上帝，因此就受到了惩罚。以赛亚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，以赛亚的话这样说道：在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和希西家当犹大王的时候，上帝向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启示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事。本书所记载的就是以赛亚所领受的信息。上主说：天哪，地啊，都来听！我，你们的上主这样宣布：我亲自抚养带大的孩子，竟然背叛我。牛认识主人，驴知道主人喂他们的草，他的子民以色列却不认识我。我的子民什么都不明白。这作恶犯罪的国家，这邪恶败坏的人民，你们要遭殃了。你们弃绝了上主，藐视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你们竟然背离他。你们为什么一再的背叛呢？你们所受的责罚还不够吗？以色列啊，你们头破血流，你们的心、你们的头脑都有毛病，从头到脚体无完肤，浑身青肿，都是溃烂的伤痕。没有人帮你们洗涤包扎，也没有人替你们擦药。你们的土地变为荒凉，你们的城市变为灰烬。你们眼看着外族人来侵略你们，摧毁你们的产业，只有耶路撒冷存留，就连它也被团团围住，像葡萄园园丁所住的茅屋，像瓜田中的草棚，毫无保留。假如上主万军的统帅没有保持一些人的性命，我们早就像索多玛、蛾摩拉一样毁灭了。耶稣基督在信他的犹太人与他们对话的当中，谈到了人跟上帝的关系。耶稣基督说，犹太人基本上是不认识上帝的。约翰福音第8章39节到47节记载了这一段的对话。耶稣基督强调认识上帝的重要性。他们回答：我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。耶稣说：如果你们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一定会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事。我只不过是告诉你们我从上帝那里听到的真理，你们却想杀我。亚伯拉罕没有做过这样的事，你们是做你们的父亲所做的事。他们回答：上帝是我们唯一的父亲，我们并不是私生子。
耶稣对他们说，如果上帝真的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一定会爱我，因为我是从上帝那里来的，而我已经在这里了。我不是凭着自己来的，而是他差遣我的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因为我的话你们听不进去。你们原是魔鬼的儿女，只想听从你们父亲的欲念行事。从起初他就是谋杀者，从不站在真理这一边，因为没有真理。他撒谎是出于本性，因为他本是撒谎者，也是一切虚谎的根源。正因为我讲真理，你们就不信了。你们当中有谁能够指证我有罪呢？我既然讲真理，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？凡是上帝的儿女必然听上帝的话，你们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，所以你们不听。基督徒必须听从基督的真理，相信他才能够领受上帝借着他所赐下的救恩。诗篇32篇第1节到第7节，罪恶蒙赦免，过犯被宽恕的人，他们是多么的有福啊！心里没有诡诈，被上主定罪的人，他是多么的有福啊！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我终日哭泣，终身心疲乏。上主啊，你日夜惩罚我，我筋疲力竭，像水汽在圣所当中来惩罚。于是我向你承认我的罪，我不隐瞒自己的过错，我决意向你陈明一切，你就赦免我所有的罪。因此所有虔诚的人都要趁着你可寻找的时候向你祈求，洪水泛滥的时候就不至于淹没。你是我藏匿的地方，你一定会救我脱离灾难。我高声歌颂你的拯救，因为你护卫我。恳求主帮助我们追求认识主的真理，让我们每天的亲近你，更认识跟随你，愿意服侍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